點解人哋成日有人幫，但係你就冇人幫呢？好有可能你係缺咗一味野心叉燒。嗱，想要貴人幫你，首先問下自己，你係紅燒乳鴿啊，抑或係隔夜叉燒？成日呻冇人想識，其實係因為你唔識得職場嘅黃金法則：服強唔扶弱，食肉唔食齋。我哋有個同事初初入行嗰陣時咧，成日都做人肉嘅 backup 嘅，幫同事執頭執尾。跟住有一日咧，老闆突然之間咧又戚起條筋，話要個大數據。但係你知唔知啊？冚組咧就得佢識得用 Excel 做動態圖表，哇！即刻被欽點跟大 project。而家風生水起，嗱，佢嘅秘訣咧就係要做顯眼包，兼且仲要係做有料嘅顯眼包。所以有幾招嘅吸貴大法咧，我自己總結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，你要有野心，兼且你嘅野心要似颱風咁猛，唔好驚俾人話駁出位。好似我同事阿 Ling 咁樣，見到老闆提 AI 趨勢，即刻報班學習。半年之後，佢係成個部門唯一一個識得用 ChatGPT 寫方案嘅人。而家人哋日日跟住老闆見客啊。第二，幫人要幫到心口度，順手幫上司執翻個會議紀要，順手幫同事買翻杯咖啡，記得走甜。嗱，呢一啲咧就會成為你日後嘅信任積分。第三，充電要好似 Tesla 咁快，區塊鏈學到 AI， 跟住再學剪片，咩噼里呱啦嘅，而家興咩你就去學乜嘢。俗語講得好，活到老學到老，千祈唔好驚浪費時間，因為你要明白一樣嘢，技術係人哋偷唔走，搶唔去。嗱，貴人呢唔係盲嘅，你要好似個走盞燈咁樣閃，人哋先會掟個金幣過嚟噶嘛。